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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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带着你的喜悦，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。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纯洁的心，这是我渴慕，一颗紧跟随着你的心，谨记你的话语，好让罪不可进入，永远让你来掌管一颗专注的心，一颗怜悯的心，歌颂你的喜悦，让这心香的敬拜只剩到你面前。各位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圣经共读要进入到提多书，那今天所要分享是提多书第1章1到9节。那在分享提多书之前，首先我们先来了解提多书的背景。提多书是新约圣经中保罗书信的其中一卷，也是新约全书的第17本书。它与提摩太前书、提摩太后书合称为教牧书信，因为这3封书信都是有关教会的架构和牧养。那提多书是以保罗的属名和问候开始，并谈到提多与保罗的关系，以及保罗委托给提多的工作。收信人当然就是提多。保罗与提多的关系是什么呢？提多他是希腊人，是保罗最早带领信主的人其中之一。保罗他称提多为兄弟，因为他与保罗一起同工同行的一段日子，而成为保罗最可靠、最重要的帮手。在保罗的眼中，
提多已经成为一个有用及可信赖的兄弟，亦或者是同伴，或者是儿子。提多他伴随保罗赴各地传道，以及帮助处理很多教会的难题。那首先我们先来看第1节到第4节。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，耶稣基督的使徒，我蒙召奉差遣去帮助上帝选民的信仰，引领他们认识我们的信仰所教导的真理。这真理是以盼望永恒的生命为根据的。那不撒谎的上帝，在万事以前，已经应许把这永恒的生命赐给我们，在时机成熟的时候，便借着信息的宣扬显明出来。我受了托付，奉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，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。提多，我现在写信给你，你在我们共同的信仰上是我的真儿子。愿父上帝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赐恩典平安给你。保罗在提多书的一开头说，我保罗是上帝的仆人。在保罗所处的罗马帝国的时代，仆人是指奴仆、奴隶。那奴仆的一切就包括了生跟死的决定权都在于他的主人身上。但是当奴仆代表主人办事的时候，也会因为主人的权位而得到尊重。保罗他一方面承认他是顺服上帝的卑微的奴仆，另一方面他也表明他有耶稣基督交付的使徒的权柄。保罗他看重差他办事的那一位，他再次强调，我受了托付，奉上帝我们救主的命令，负起传扬这信息的任务。这几节经文告诉我们，使徒保罗他被形容为福音的管家，他负责传扬神的道，坚守真理的知识，永生的盼望，以及他有敬虔的生活。我们继续来看第5节到第9节。我把你留在克里特，目的是要你处理那些还没有办完的事务，并且在各城市设立长老。我曾经吩咐过，当长老的必须是无可指责的人，他只能有一个妻子，他的儿女都应该是信徒，没有放荡或不受管教的事。他既然做教会的领袖，做上帝的管家，就应该是无可指责的。他必须不傲慢，不暴躁，不酗酒，不好斗，不贪财，要乐意接待人，喜欢做好事，庄敬自重，要正直圣洁，能管束自己。他必须坚守那可靠、符合教义的教训，这样他就能够用健全的教义来感化别人，同时纠正那些反对的人的错误。第5节开始所提到的克里特，它是位于地中海北部，是希腊的第一大岛。前面有提到提多是希腊人，所以理所当然保罗会带着提多去克里特岛传福音。在使徒行传14章23节有记载，保罗与巴拿巴在各地传道，建立教会后便设立长老。这是保罗培育信徒，让真道继续传扬的一贯做法。从提多书1章可见，保罗一直惦记这事。保罗与提多曾经将基督的福音传入克里特岛，但是没有足够的时间建立教会的组织。保罗他知道，教会若缺少管理、监督与组织，
将妨碍福音的宣扬，并且连带会影响教会的增长与发展。保罗他奉上帝的命令传扬真理信息，并且吩咐提多设立长老，要确实指出当长老的人所具备的德行。保罗他将提多留在克里特岛，以继续他的工作，并且在各教会设立长老一职。这些长老也称为监督，长老要细心照管教会。书中所描述了长老于生活中必须具备的素质，就是要不傲慢、不暴躁、不酗酒、不好斗，以及不贪财。提多他留在克里特岛，需要面对许多挑战，所以保罗写信鼓励他，一方面也是吩咐提多要在克里特各城的教会设立长老，提醒他所说的要合乎健全的教导，要成为信徒的好榜样。保罗也给予提多权威性的支持，去执行他的职责。保罗也在设立教会领袖上给予提多许多的指引，他要提多教导会众过敬虔的生活，特别注重信徒要以和平及温柔待人，在教会内外都要避免无意的争辩，且要学习热心行善。台湾基督长老教会的教会法规指出，小会为治理教会最基础的代议单位，由牧师和长老组成。牧师为小会议长，长老则由会员选出，两者共同组成小会。这就是长老治理的体制精神。当然，传福音不是只是牧师长子的事，而是每位信徒的事。愿圣灵帮助我们活出奉命为警的态度，回应主的恩典，做忠实的福音见证人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，求你保守我们的心思意念和言行，使我们能成为一个有正面影响力的好领袖，并且有端正的好品格，也看重传福音的工作，不忘记神你所托付的使命。我们这样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让这心像